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幕第2战今晚在日本东京巨蛋球场登场，西雅图水手队已公布先发出场名单，铃木一朗跟昨天一样担任第9棒，另一日籍球星菊池雄星将是转战大联盟后初登板。大联盟海外开幕战继2000、2004、2008、2012年后，昨天是第5度移师日本举行，由西雅图水手队与奥克兰加队交手，铃木一朗是追逐焦点，东京巨蛋涌入超过45000名观众。今天的开幕第2战地点同样是东京巨蛋，预定于日本时间晚间6时35分，台湾时间晚间5时35分开打。日本报知体育报道，水手队今天公布先发名单，一朗连续2场比赛都先发出场，担任第9棒并守右外野。水手队先发投手由菊池雄星担任，今晚的比赛将让2名日本球星同场。一朗在昨天开幕赛中先发担任第9棒，守备位置是右外野，一打数无安打或1次保送。一朗回想昨天赛事，认为是一场特别的比赛，菊池认为能跟一朗一起打球，对我来说也是礼物。日本岩手日报报道，27岁的菊池雄星晚间将在东京巨蛋登板先发，除了是他转战大联盟后的首场先发，且场所还是在家乡。菊池12年前就读花卷东高等学校1年级时，当时的教练佐佐木阳就跟他说，一起以前进大联盟作为目标吧。12年后的今天，就是菊池得以实现高中以来梦想的时刻。他说，有一段时间不敢以大联盟作为目标，但最后终于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让他有非常深的感慨。菊池高中时代就在甲子园表现活跃，让岩手县为之狂热。进入职业棒球后，菊池也深受球迷喜爱。今天可以在日本正式踏上大联盟比赛的投手丘，许多菊池的粉丝甚至是家人朋友等，都会在球场或各地为他声援。菊池充满斗志地说，我自己也很期待，希望让大家看到好的起步。